你試過買架新車，滿心歡喜咁揸佢離開車行大門，但係你可能已經知道，架車嘅價值喺你踩油門嗰一刻就即刻唔見咗20%。呢個係好多車主嘅痛。究竟點解會咁？難道新車落地就注定要面對呢個巨大嘅折舊定律？今日我哋就嚟深入探討，其實新車即時折舊嘅現象背後有複雜嘅數學模型同埋市場心理學。當你部車一出車行，佢身份就由新貨變咗二手貨。市場對全新同二手嘅定義，仲有消費者嘅心理預期，都係影響車價急跌嘅關鍵因素。所以，新車落地即刻打8折並唔係簡單巧合，而係市場運作、人性心理同資產特性嘅共同結果。了解呢個真相，下次你買車無論揀全新定二手，都可以做個更明智嘅決定，將資金分配得更有效率，避免價值損失。希望呢條片幫到你。